上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近253天，咱国内又搁出新的本土病例。这消息一出来，是随影响各地的下年暗会甲元旦的升旗典礼。目前台北、台东的活动会照办，也毋过会加强防疫措施。疫情指挥中心昨暗嘛甲地方政府开视讯会议，提出5大原则，要求遵守。台湾宣布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特别9月各地跨年活动嘛拢真紧张。二日暗时指挥中心甲各地方政府透过视讯会议，讨论出5大原则。规个过程禁止食食，无论室内室外，全部拢爱挂喙暗。公共场所甲便所高频率的清洁消毒，而且需要提供高价的手部清洁用品，采取实名联络制。室内场所袂当卖卡票，还有身体无爽快的人，全部拢袂当参加。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这个如果在查到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会予以重罚、加重惩罚了哈。那自主健康管理我还是强调他不得也不得来参加，也禁止来参加。那身体有相关的症状的也不要来参加。为了通知防疫的相关信息，指挥中心请参加的民众爱扎手机来方便联络。若是居家检疫者违反规定，走去相关的活动场所，相当会当罚100万。另外，室外的跨年活动规定讲袂当有路边摊来卖食食，啊，毋过考虑到有一寡跨年活动的举办时间真长，所以会当定通好食食的区域，啊，毋过啉水是无受到限制。那所以就是说，就希望能够划定一定的贩卖区域，要吃东西就到那样的区域去吃。那在场内不得去贩售这饮食。台湾8个月本土连确诊破功，新北市头先宣布，从即马开始停止欢乐耶诞城内底临时性商品记者会等等的大型户外集会活动。啊，若是台北市强调讲跨年无要停办，啊，毋过若是本土确诊，一礼拜达到15日，就会改换线顶的形式。101的宴会是照常，啊，若是台东跨年的重点阿妹演唱会，台东县政府强调过演出无受到影响。没有到15例，可是疫情算严重。那我们如果演唱会照常举行，但观众不入场，我们会管制在临海路。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希望台湾人守护，伫咧厝内看电视，电脑会当看到更较侪跨年晚会。目前已经指示相关部会来整理未来各类型活动可能爱面对的防疫问题，嘛规划相关指引，会赶紧来对外宣布。记者综合报道。那昨这个本土病例是纽西兰寄宿伫台湾的朋友，嘛是广达集团下边公明子公司的查某员工，伫台湾互这个寄宿袂着。这个技术因为一开始就无老实讲有接触过虾米人，所以即马爱罚款，相当罚30万。过来个增加，新冠肺炎本土确诊个案771例，是30多岁女性。第771案加765案的两名纽西兰技术，伫11月7到12之间有密切接触，采检确诊。771也是被原来765的是一个接触者了。那由于按765在医疗时表示无法回想确切的活动史，且并未提及曾与个案771接触。指挥中心公布，2个人12月7日出现伫成功3月台北天宝店，7到关东所过台北天宝店，11个走去桃园南崁好事多，4个拍跑走。这消息放回外口，清洁人员的消毒，天宝所过伫尾暗5点结束营业，清洁消毒。成功3月也强调会专管消毒，好事多讲已经伫礼拜1全面消毒。下晡袂少人咧食饭，不过民众讲至少也受过烦恼。当然会心里毛毛的，对啊，就口罩戴着啊，买起来赶快出来，不要观望。技师有隐瞒接触史，然后妨碍了防疫措施的介入时机。那卫生局将依传染病防治法，予以重罚30万元。桃园市卫生局对纽西兰技术隐蔽活动数罚30万，771例，这暗地的接触者有167人，接触过员工拢检验是阴性，要求居家隔离。总公司发出声明，强调全面提升防疫规矩，餐厅、健身房这公共空间关起来，会议也改做线顶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有方面通过咱台湾水汽会变高，各地拢会落雨。咱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中部以北东半部雨会较明显，气象局伫早起有针对基隆、新北、宜兰甲台东发布大雨特报，各地气温大约是17度到19度。今日嘛是最近雨水较高的一天，
低温加上水汽，高山有机会会过落雪。若明仔载开始，水汽就会较减，落雨范围嘛会变较细，只剩东半部大台北的这方面有短暂雨尔。明仔载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若后礼拜新历的新年、过年有冷空气会交规，可能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级数。来关心中国北京伫2022年主办冬季奥运，为着要迎接这场比赛，中国各地即马拢流行厨师，大型的室内厨师场是直直开。统计是显示讲，厨师设施10年增加4倍，若中国厨师运动人口嘛大大增加。内底空间真空旷，毋但有各种的厨师道，空中还阁有流浪会当坐，无讲你可能看袂出来。这是一间室内厨师场，地点就伫咧四川成都。今年7月份才打开幕，占地8万800平方公尺。新建甲原本全球上大的哈尔滨室内厨师场甲比落去，厨师伫咧中国原本是少数人的运动。毋过受到2022年北京要举办冬季奥运的鼓励，厨师运动是愈来愈流行。厨师场4界拢在开，嘛吸引真侪民众来体验，这妈妈就带囡仔来。我个人还是很有兴趣的，我这个鼻子都是歪的，就是以前滑雪的时候撞了的。因应厨师活动刚开始，厨师场特别开班来教有兴趣的囡仔要安怎来厨师。有人已经算甲感觉室内厨师场无够开，准备要来向北方的天然厨师场挑战。其实我是有计划的，今年就是在年前或者年后会去到那个什么新疆或者山东那边去，不是山东那个吉林那边去滑雪，这是我一个打算，因为这里可能雪道长度还不太满足我的要求。统计显示，伫咧过去10年之间，中国的厨师场都220个，成长到770个，差不多已经是翻4倍。去年来厨师场的人数嘛已经达到2100万人。毋过这甲中国定落来目标，希望伫咧2022年冬季奥运进前，甲厨师人口提高到1/10，也就是1.4亿人，还阁离真远。我认为现在对冬季这个冬奥会的这个热情是逐渐的上涨趋势，因为包括今天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跟冬奥会相关的一项这个赛事活动，对，包括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比赛，也是都跟冬奥会有关的。顶一届平昌冬奥，中国刚刚摕到1块金牌。中国希望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当派选手来参加全部109项的比赛，目标是要摕到5块金牌。若是除了伫咧国际比赛有成绩，平时运动嘛是一个好成绩。上海浦东正在打造世界上上大的室内厨师场，一定会伫咧2022年开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苹果日报》。咱台湾过253天了后，佫出现本土病例。伫昨昏有新增加4例，当中第771案就是本土病例。这是互进前确诊的中型航空纽西兰籍的机师画到的。伊伫广达集团相关的企业食透露，2个人有斗阵去踅百货公司大卖场有密切的接触。来看联合报，8年老店大东公司进前经营权换人做大东董事长敢若50天的林文燕雄红辞职。大东公司暂时正式公告讲，未来董事长是中理证的前董事长罗明光，人拢叫伊合并大王。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明仔载要表决开放内地进口9项行政命令甲2项法案，条约拢有发出加急的动员要逼战。警方嘛已经伫立法院的周边放大型的炸路马来做戒备。过来，昨昏新增加4例，其中有1例是本土病例，另外3例拢是对菲律宾来的。因为英国即马是出现变种的病毒，加较高炭。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今日23关点开始，对英国入境台湾的人，也是过去14天捌去过英国的人，拢爱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14天。英国伦敦飞台湾的航班卖减对半。国内新冠疫情阁新增加4例，其中3例是境外移入，案例768是非国男性移工，初7来台湾20检疫期间进行采检确诊，案例769是非国女移工，相关初7来台湾工作，也是20采检了确诊。另外案例770是菲律宾籍的男性，初8来台湾23检疫期满了落船，经过安排自费采检确诊。而第4例案例771是本土病例。离甲这个进前爆发机场互相相互感染，据看做是感染源的纽西兰籍技师受密切的往来。
目前我们已掌握771的接触者共167人，其中13人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154人列为自主健康管理。那全部会安排裁剪。因为这个纽西兰技师伫群的时阵无挂喙暗，全程是一直扫。因为这个技师资深位阶真悬，工机组的组员也歹势甲考抗，依法开发无简单。不过，伊疫情调查时无老实讲出接触数，指挥中心的依法开发，相当的罚30万块罚款。而长荣航空公司也表示，会调开事实调查委员会，也有纪律委员会，违规若属实，会改免职处分。也没有劝导，所以我们不罚。但是我们还采用比较严格的6、7条去罚他6万到30万。地方还没有吧？现在到人在那里要罚也跑不掉。另外，为了因应英国出现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宣布，23开始对英国入境也是14天内底有英国旅游史的人入境了后，拢要集中检疫14天，检疫期间进行采检。而家伦敦对飞的国际航空航班会减一半。飞机我们要减半，本来是长荣跟华航各有一班，那我们就2个公司都是先减一架，那这个礼拜先停长荣。政府除了加强监控英国入境的人的健康状况以外，新增加的案例771本土病例，后续疫情调查更加是引发关心注意。而今年咱国头一个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是编号第8个确诊案例，1月28确诊。而顶一摆公布的本土病例是4月12，而这阵案例771打破连续253天无本土病例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800万例，若死亡人数有171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是770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伫香港是80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2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863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伫巴西超过731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83万例，法国超过254万例，伫英国是超过211万例。来关心，因为英国有变种的病毒，所以英国甲法国2国的边境封锁。也毋过法国即马是有条件放令。法国昨昏是表示讲，只要一旦提出3天内病毒采检是阴性的报告，安尼就会使入去法国，嘛入去欧盟。另外，伫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已经连续3天高一日新增加的确定病例，拢超过2000例。所以，对2日开始，这个所在要封省。啊，那伫南极洲嘛传出讲有一大基地有36个人去围着。来看疫情的综合报道。一辆去互调伫咧多佛港袂顶袂当的货柜车司机，因为去互想要通过轿车来试喇叭，去甲伫遐大声喝休，受到这耶诞节可怜赶袂转去甲厝里的人团圆，感觉真失望。If I know this on Saturday, I don't go away from my home on Sunday. From here to go home, we have about almost 2,000 miles. It's about 45 hours to drive non-stop. No sleep, just drive. And we can make it. 目前有超过1500台货柜车轰动伫英国多佛港，其中部分去往导向附近的曼斯顿机场来停车。英法两国就英国出现变种新冠病毒造成疫情扩大所实施的48小时禁令协商，法国政府表示，若是会当提出过去72小时病毒体检的阴性证明，法国甲欧盟的公民拢会当入境，较暗暝宣布恢复货物运输。加拿大安大略省2日开始全省封锁，南安大略明年1月23解封，北安大略是伫1月7解封。这个省连续3天高一天新增加确诊超过2000例，毋过健康官员去互批评讲反应收慢，甚至是耶诞节过了才实施。政府表示是为着要点加做准备。In response to an evolving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we have closed our borders to all flights entering Canada from the UK. Don't go to parties or social gatherings. Don't gather with people outside your immediate household, especially during the holidays. 南极洲头一届出现病例，全球7大洲拢有人确诊。第二，伫咧南极洲的尼科美军事研究基地，至少有36例确诊，拢已经隔离。
基地嘛已经消毒。根据第二海军报告，至少有208机组员的海军军舰伫顶个月27到这个月70之间来基地补给，了有3个人提出阳性。公司新闻5零变译。美国即阵的疫情是全世界上严重的，到达美国已经有超过1800万人确诊。美国选调总统的拜登昨昏带头注意风社，而且佫利用电视直播，希望美国人爱对预防社有信心。上新的消息是，美国的传染病专家福奇甲美国的卫生官员即嘛公开带头注意风社，而且佫对预防社的安全当胸坎挂保证。美国新冠病毒累计确诊突破1800万大关，自辉瑞 BNT 疫苗当即个伫进行。总统当选人拜登就透过电视直播注预防社的过程，希望会当提升美国人对疫苗的信心。The administration deserves some credit getting this off the ground with Operation Warp Speed. I also think that it's worth saying that there's great hope. I'm doing this to demonstrate that people should be prepared when it's available to take the vaccine.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78岁的拜登其实是属有感染高风险群，目前疫苗的数量也是有限。按照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的建议，一寡州将第一线医护人员列作优先组的对象。Wear masks, socially distance, and if you don't have to travel, don't travel. Don't travel. I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we're still in the thick of this. 除了辉瑞疫苗，莫德纳生技公司推出的新冠疫苗也伫10月通过紧急授权，21伫全美国各地开始做。除了临床试验以外，莫德纳疫苗我头一遍予民众注意风险。This vaccine is hope. It's hope that we will cease this pandemic. It's hope that we will live a better life. We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obtaining the vaccine. Today we add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our fight against COVID-19. We took the decision to make available for European citizens the first COVID-19 vaccine. 伫这个同时，欧盟药品管理局21表示，辉瑞 BNT 疫苗符合安全甲品质标准，需要欧盟执委都正式核准注疫苗，这几天就会展开运送。一定27就会当伫27个国家同时间会当做。若是新加坡采购的辉瑞 BNT 疫苗，头一批也伫21暗时由比利时运送到新加坡的樟宜国际机场，将为头一批运送到亚洲的辉瑞疫苗。进前卫生科学局已经核准使用，一定优先针对医护人员也甲集会人先做。公司新闻林孝如编译。来看亚旦老人的故乡，就是欧洲的芬兰，因为防疫的关系，边境封锁，所以嘛会害当地亚旦老人村的游乐园游客减真济，损失7亿的欧元，而且有大约5000个相关产业的员工全的无头路。庄仔内温暖的灯火照光暗暝，暗过街路无啥物人，河边的迷路显得有淡薄仔孤单。芬兰有一座亚旦老人村游乐园，当年拢有290万游客来遮佚佗。暗过今年是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规年游客剩50万人，予亚旦相关产业损失将近7亿欧元。This is really difficult times for us. We've already got the first news of bankruptcies, and there is going to be more. 毋但产业损失，也有5000人因为安尼失业。伫营收减少差不多70%的情况下，已经有主题公园将400个员工减少剩36人，也是担保政府答应取消入境的限制，所以决定暂时关起来，明年冬季才个重新营业。And it seems that we cannot just trust the decis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there. So unfortunately, we have to close down our operations next week. 芬兰的亚旦节产业凄惨，疫情严重的拉丁美洲是用无同的方式，让当地儿童会当过一个温暖的佳节。伫秘鲁首都利马，有亚旦老人透过防疫的塑胶隔板，教囡仔来游乐。民众接触隔板的前后，拢爱用酒精消毒双手甲隔板。Está muy bien la urna porque así los niños pueden acercarse a Papá Noel siendo protegidos por no el contagio de COVID y también no pierden la ilusión de la Navidad. 委内瑞拉有退休的护士用募款提供当地散车居民甲儿童传统的亚旦美食，也有慈善团体为散车家庭提供食品甲过节的礼物。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伫台湾时间2日的半暝有出现天文机关是土星甲木星连做一条线，而且上普通的天文条件就会当看到。
It's Jupiter down the bottom, and then the fainter object, which is on its side actually. So it's like Saturn tilted, so its rings are sort of vertical. That is Saturn. 伫咱大即个太阳系当中，为地球向外上接近的是火星，所以就是体积上大两个行星：木星甲土星。因为行星甲太阳的距离无同，公转的周期有真大差别。地球甲木星、土星要排做一个是真难得。要互人的目睭用普通的条件看会到几率搁较低。根据天文学家记录，地球看上清楚的大合相出现伫西元126年。 衰期就是1623年，2摆是差397年，而且为1623年到今年，也都是397年。Tonight, we actually go all the way back to 1623. They haven't been this close since 1623. 当然，天文气象也免不了甲传说有关系。根据基督宗教的圣经描写，耶稣伫2000多年前出世的时阵，天顶出现真光的星体，引导来自东方的3位智者，早就互礼物找到伫玻璃恒的耶稣一家伙仔。有福音派牧师就主张，即摆大合相出现，代表先知所预言的末日都要到位，耶稣会个降临人间，审判行善者甲罪恶之人。啊，毋过也其他基督宗教领袖。 有无共款的看法，因为上帝旨意一定会实现，啊，毋过两个车拄好连做一线，事关科学，甲信仰无啥物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昨昏发表年尾的讲话，伊是表示明年正月伊上任了后，会要求各国通过另外一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纾困法案。 来看英国的病毒变种引起全世界惊吓。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昨是表示讲，这款变种的病毒可能已经探去美国啊，只是敢若也无发现病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牵涉奥运会补贴条仔卡出食饭会钱，并无老实申报，引起风波，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即马伊已经互约谈。 来关心台美的关系又阁有新的进展。美国的联邦参众两院通过《台湾保证法》，呼吁美国爱卖武器予咱台湾，而且爱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中国解放军第一架自制航空母舰山东号进行通过台湾海峡，另外一架辽宁号的动向也受到关注。国防部表示，经济整合目前无路难的情形。 针对中共辽宁号的航空母舰目前我们所掌握并没有南下的征候。那么，但是我们会持续运用联合勤战争的作为，充分的掌握，确保台湾海峡以及区域的安全。 国防部一发布中共解放军创制台湾实验空袭，一只运8技术侦察机，一只运9通信对抗机，其中运8机还佫卡到台海中线南平，这也是共机今年第5摆超过台海中线，而至军事部佫记录连续3摆公布驱离声。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 中基一直交代已经检测最近台海上海常态，这是中国威胁台湾的手段之一。根据国防院举办中共影响战的全球发展甲在地演变检讨会指出，中共是要扶持媒体、网络甲 App， 整合成组用媒体以中央独棒的概念，并分道路对台统战。 融媒体它代表了中共的官方，它是一个红色的品牌。 然后，但是抖音这样的例子呢，它是透过像是去传播这个红色的声音，它是有点像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向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去渗透。台美关系愈来愈好，美国联邦参众两院已经通过台湾保证法，美国影响台对台军售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国务院已经检视对台交往准则，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就生效。记者综合报道。 上线消息来关心南回铁路电气化，屏东邦寮到台东的治本20已经正式通车。啊，那头一逝普悠玛列车伫头拄啊透早5点53分发车，驶过高雄，按算11点外会驶到台北的南港。一透早有真侪铁道迷专工走去坐这班有历史意义的车座。摕手机出来一直翕，这班是南回铁路电气化的头一班普悠玛列车。通车的第一班吗？第一天半价。
这个比较实惠，半价，而且又快，又有新的车厢。以前都是那种老 Coco 的柴油车。透早5点53分准时对台东出发，预计11点48分会到南港。刚刚这班的第一班的这个列车长感觉怎么样？很荣幸，因为是第一班。是不是今天也有很多铁道迷来？对，那么早就好多人来拍照了。南回铁路屏东邦寮到台东基本之间的铁路电气化，长度123.4公里，是环岛铁路电气化的上下尾一段路，20正式通车。高雄到台东是减少27分钟，若是高雄到花莲嘛减少39分钟。上年台湾已经完成铁道环岛1日的生活圈。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铁路电气化进入新的时代。若过去全台湾在昨昏上暗尾一班拿配普通快车，自本来逐工拢会对屏东邦寮火车头驶到台东，因为即马南回铁路电气化，所以要停驶啊。所以伫昨昏嘛有真侪民众是专工去坐拿配火车的上暗尾一班车。邦寮车站月台顶悬，大家拢咧翕拿配普快英姿。上尾绑的拿配普快车慢慢驶入邦寮车站，是南回电气化正式通车进程最后一段进步。一早邦寮车站都超过500人排队等要坐车，要把握时间到尾班车，每一个珍贵的影像。按摩它的感觉就像人的心跳一样，蹦蹦跳，像活的样子。为拿配普快传出停驶消息，不管是晚或者是平常时，民众拢抢要坐。22最后一班车因为人多，代替加挂到60的车厢。为了这个车班，昨天特别从台北坐到台东，已经快10点40分了。然后住个旅社，睡个4个小时就赶过来。每一站拢停无冷气，用手开窗的拿配普快是昨年通勤民众的共同回忆。目前只剩一日，逐工早起11点28分为屏东邦寮站出发，下晡4点15分，各为台东站发车。随着南回铁路电气化，拿配普快功成身体，铁道迷希望早日能够见面。明天就是铁路电气化了，就不在那个了吗？不，暂时整修，以后看上面怎么处理了。欣喜当然是有办法这样做，可是又想到说它之后就没有了，也希望就是说日后还有机会，它能够重返台铁的正班车的行列，这样。无法度上车民众徛在月台向列车的手欢送拿配普快最后一逝，大家阁盼望拿配普快赶紧整修了后，能重新阁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某台中捷运工程的台北捷运工程局昨早是专工去台中市议会，针对台中捷运故障做报告。马新仁讲，连接器的特性是中国过。面对这层意外，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拢是当初时因伤过相信勘查委员，不过这话引起争议。了后，伊就随解讲，伊是感谢勘查委员一切错误市府来担。八节二日到台中市议会做专案报告，八节局长张德雄说明，当这车厢连接器车身登记的原因，也明确承认是中国制造。他制造主张，好，这个当然大家也关切就是中国制的产品。那么经过安装，在各地，然后到北塘机场调整，那现况断裂就是第17列跟第15列。不过，对于台中市议员质疑连接器车身由中国制造，台北市长郭文特表示，已指认品牌。他要在中国生产，要在法国生产，那是你家的事。但是我是认定你这个品牌你要给我做好，就是这样。八节伫台中市议会的报告以动画示意，说明这摆事故发生原因主要是毛构造零件组成不良，引起牵引装置的疲劳断去。也转述参加动工牵引装置车身升级的方案。八节报告了后，台中市议员质询时要求罗秀燕表态，敢是对这份报告满意？错在哪里？报告议员，错在我们相信履勘委员。错在他履勘委员是不是？因为错在相信履勘委员的。不过会后，罗秀燕强调，中捷延后通车，台中市府全部承受。对于所有的履勘委员，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要概括负责，全权负责哈。八节到台中市议会报告，对于造成过程，
甲后手敢是该由法国手制造，拢无明确答复，只强调若讲产生赔偿的事宜会代为求偿。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台中市的捷运各种审查委员会重点是安全监督、安全通车是唯一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立法院就要针对开放有3肉种的美国猪肉进口这一条的法案甲相关的行政命令做表决。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民进党的立委即摆有达成共识，讲一定爱互过。另外，之前讲3肉种有毒的医生苏伟硕，有新人讲伊是甲数据母唔对去啊，也毋过已经违反食安法，所以检方即摆当得侦办。立法院是要处理有关内地进口的行政命令，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先甲民进党一立委进行辩论会，并且达成党团一致投票共识。苏贞昌日接受访问时指出，会议特别选择去年共婚法案表决前协商的同一间会议室，呼吁党一立委团结，为国家做出正确选择。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让法案顺利通过。而当我们通过施行后，社会会看见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方。在野党甲民间继续有质疑内地的声音，医师苏伟硕日到 AIT 邀请署长雷英杰进行辩论 ，AIT 无接受。不过发布美大农业贸易报告自称，并且指出违反美的议题毫无必要政治化，让消费者产生疑虑。我们尊重 AIT 的说法，但是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了解跟尊重台湾人民的立场，跟捍卫健康的态度。苏伟硕日到立法院成员绝食抗议内地进口的前国民党立委沈智慧。苏伟硕讲，进口内地比食毒更加恐怖，因为管理上会比毒品更加恐怖。还有蔡总统撤回这个命令，也没有任何的研究，好的长期去追踪人吃的短期跟长期慢性中毒的症状是什么。我不是说它毒性比毒品更强而是在管理上面你会比毒品更可怕，因为你就是不知道。对苏伟硕已经更正讲，内这毒性是海头湾的1/4。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若是达到正确的认知效果，不排除会提出告诉。那政府不是一定要追究谁的责任，所以我们对于苏医师已经有更正的态度，我们也请司法机关斟酌。不过是案发稍有非告诉内容，对此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检察官受理了后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阳明山的擎天宫发生水牛死亡的意外，到今已经死29只。台北市的动保处初步判断是认定水牛会死是营养不良，不过即卖外界是质疑讲，敢是因为说维尼亚所以影响水牛的活动，水牛找无食的才会安尼。动保人士甲打草料，也有含恐怖节的庄仔再来擎天宫的游客服务站，希望说情景送到5条，赶紧互这真需要营养的野化水牛食。基于动物福利跟人道的考量，这个事情是一刻都不能等的。那动物其实已经在发出呼救了，就在昨天，我们知道又死了4只。国家公园内底禁止饲动物，草料也有另外食物庄仔由管理处人员运送到5条，看有物件通食。5条内底唯一这只水牛经挖来食袂停。虽然甲阳明山管理处合作饲牛，动保团体依然对死这只牛感觉不满。能不能悉心检讨，找到对策？是，这比较重要。阳明山顶面的牛继续死亡，另一个死4只，总计死29只。外界质疑拢是阳明山管理处惊人甲牛冲突设围篱，造成牛防限制行动夭死。不过管理处讲，检验死去的牛为拢有草料甲围篱无关系。这边来判断是没有草料不足的事情。那第二个，加上它死亡分散，不是说集中在围篱的范围，所以也跟围篱没有关系。在地研究学者指出，进前阳明山管理处接受建议，根据旧的牛路拍开八个围篱，因追踪到挂着 GPS 发布器的牛，行3公里远了，搁转来，显示牛只有行真远牵线的习性。对某些，特别是公牛来说，它需要一定的这个迁移距离，而且特别是秋冬夏天它不会这样。那这件事可能也是我们新学到，我们科学家其实也都没有及早做出指标。动物社会研究会呼吁应该随甲围篱拆掉。管理处讲，若是无围篱，游客可能唔知影走入去，牛也可能走去大路，无啥可能拆除。不过学者依然希望管理处应对水牛的习性重新检视，建立对动物更加友善的围篱。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风上头，镜头来台南。台南市的新营区新泰国小有组一个布袋戏团，有专工邀请在地咧做长照服务医生带随班来做因的顾问，教学生囡仔用长照的议题来做剧本来拍布袋戏，嘛拍做影片宣传长照的制度。阿公，阮回来啦！拢愈来愈大汉啦！阿公，我要读大二啦，弟弟嘛要读高中安尼。囡仔兄囡仔姐伫咧戏台顶让布袋戏红啊，用幼气的声音演出周顺仔的故事。这是台南新营的新泰国小拄成立的布袋戏团，因要利用布袋戏拍做影片来探讨老大人长期照护的议题。会当互大家都愈简单。吼，真清楚啥物叫长照，啊无特别啊，计长照吼，大家毋是讲了长走走吼，知影讲哦长照哦，政府到底有做啥，啊吼要哪照顾。负责指导这囡仔做戏的，是在地真出名，利用布袋戏来结合长期照护甲治疗的蔡瑞班医师。进前伊嘛捌伫柳营基美病院带侪长辈做布袋戏，哪治疗失智，哪宣传医疗知识，表现亲情啦哈，啊表现讲哦，这个布袋戏的脚步手咯，用布袋来做这个先导啦哈，尤其来做一寡有意义的。三代同堂的一个困境，刚好有蔡医师来做居家访视。那也做一个长照方面的一个宣导。因应这个人口愈来愈老化的社会，新泰国小和学生来对蔡瑞班医师学布袋戏，乃当传承台湾的传统戏剧，增加囡仔甲时代的交流，嘛当达成宣传长照制度甲观念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治疗长时症的囡仔，嘛通享受户外的活动，有一个专业的治疗师是专工办活动，带20外的这款囡仔去爬山、去饲鱼啊、去浸温泉，挖进大自然。音乐节个棒，正人对轻快旋律甲景搭起来，伫咧草埔走肉、佚佗，过程有影闹热。遮一有长时症的囡仔，大概拢喙笑目笑，看来因确实拢真满足，拢真享受。为着互治疗长时症的囡仔也通行去到室外佚佗、体验活动，都有协会专工办活动，带20个有长时症的囡仔去到山顶，手饲鱼、脚浸温泉。一起出来玩，来新月大地，一起踏踏青、看看风景，那了解更多的一些事物这样子。活动的主办人是做特殊儿童教育将近20档，一个资深的国际艺术治疗师，即便带遮个有长时症的囡仔去到室外佚佗，种种细节伊拢亲身烦恼。从开始和学校的老师筹备，到甲设计活动、安排食食，伊拢唔敢大意。目的就是希望确实照顾到遮个弱势，为社会出一份力。因为我们觉得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一直都被社会所忽略了，我们要给他们的不是我们的怜悯心，我们要给他们是我们的爱，让这些孩子能够走出室内，走出户外，让大家看见他们的优秀，看见他们的好。囡仔若伫草埔顶动身躯，也饲鱼，佮浸温泉，体验有影深色，活动有影趣味。协会也希望经过室外的行程，互遮个囡仔通加接触社会，也希望社会以爱甲支持代替同情和怜悯，正做遮个较弱势囡仔有力的后壳。记者综合报道。云林仑背乡水片头社区有一间已经开100档的柑仔店，即马是第2代在换。对附近的乡亲来讲，这所在毋但有古早味，嘛充满人情味。老大人坐伫遮泡茶开讲，这是云林仑背乡的水板头社区，一间经营100档的柑仔店。来遮会当食点心，佮通和其他农民讨论做事的技术。柑仔店是阮水板头吼。唯一的一间柑仔店，伊就是讲非常的便民，因为有的人要食点心，伊遮嘛有，大家拢会坐伫遮开讲吼，就讨论讲吼，爱种什么农作物吼，迄个大家迄个技术交流安尼。过去农业时代，大家日时拢真无闲，油菜定定找无人，柑仔店就食做庄内大收站。第2代头家了用电讲电过去，互大家服务。笑讲是比24小时更较方便。是讲替伊交电话费啦，吼收物件啦，吼因做农咧农田嘛，你若讲有物件来，我再代收，吼变无咧厝嘛，比7个服务啊济啦，婚丧喜庆什么都是包在里面，随着时代变迁，柑仔店是特别互超商取代。
对此了因店的按上连结向来的柑仔店，成立一个联络网来继续服务乡亲。各庄头就对，拢也有数个进村，拢有一半间啊，拢会要废掉嘛，毋是；无废掉嘛，毋是，就是等于嘛是开个网义市安尼。好缘啊，是讲哦，替因搬回三环呢，来组成这一个全国的这种那个杂货店的联盟。这间柑仔店是大家互相联络感情，阁有社区满满基地的所在。希望这份珍贵人情味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咱台湾头一份由政府、民间甲大学做伙完成的鸟仔类生存状态的评估报告正式发表。根据报告内底内容，全台湾大约记录到674种的野生鸟仔，那其中有52种的鸟仔生存受到威胁。挂长镜头等待渡鸟的踪影，台湾各地鸟仔友留袂少观察记录。中华鸟会以eBird 台湾赏鸟记录资料库做例，有将近3900人有贡献，累计超过473000份赏鸟记录，全球排名第7。鸟会甲德生中心以及大学合作，发布台湾头一届的国家鸟类报告。全台湾确实记录的野生鸟类拢总有674种，有52种鸟仔生存受到威胁，29种繁殖鸟的数量减少，15种过冬的水鸟数量也降低。这边有9种鸟种哦，有黑面琵鹭、黑准蛋凤头燕鸥、黑鸢哦、水雉、八色鸟、小便鸻哦、山麻雀、草鸮跟雄鹰。德生中心指出，674种有确实记录的野生鸟类，超过3/4是渡鸟。检视复合性指标，嘉义松林甲嘉义农地的鸟仔整体变动无算大，不过有几种草生地的鸟仔数量明显减少。中背伯劳和粉红鹰嘴，那我们发现说，就算这些小鸟，即便我们的土地变成农地的时候呢，它们其实还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呢，当它们数量减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农地的环境品质是不是下降了，或者是我们的农地面积是不是减少了？林代理指出，台湾整体自然环境相对稳定，以往明确造成鸟仔死亡的农药毒害，也透过一寡做法改善。不过有特定鸟仔类减少，都是环境恶化一个警讯。未来每2年会发布一个报告，定期改善台湾鸟仔类的生存甲保育。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早期咱台湾的特技表演真事件。台湾戏剧学院、台湾特技团今年30周年，伊嘛筹备夏令戏大型的魔术特技表演。下午10点，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来看因的年度大戏。舞台面顶的特技演员伫咧赶紧练习，这是台湾特技团为着纪念建团30周年，将特技结合舞蹈参科技的创作。概念就是要让观众看到参较早无同款的表演。这应该讲时代的趋势在变化了哈，这一定爱走。而且今嘛特技团比较讲究的都是创作这个块面啦哈，每个人的创作概念拢无同款，对不对？这爱有个机会给伊。台湾特技团每年拢会到海外巡演宣慰侨胞，团长王栋元为着要将特技团来转型。到长期参抓风车剧团合作，希望会当逼出更加多元的表演花星，和特技表演更加有生命力。特技这个物件，伫人类学这个物件来讲哦，伊是人的一个心内底的代表。人看到这个会足惊讶，都哇呢！啊，所以伊迄阵伊规个精神就去看因咧表演咧，伊就感觉讲啊，这我做袂到。啊，其实这个做袂到，就是人类一个梦想。梦想伊说啊，我有一天我要像伊安尼。展现人体极限的特技表演，每一届拢是拼性命来演出。不过要如何创新表演的模式，要如何将传统的技术艺术来延续，是所有特技人努力的目标。但是观众的呼声，就是对着因上界大的支持。记者罗秉慈、连胜维台北报道。即卖册店甲英国无啥共款，除了卖册，有诶嘛有卖食诶，卖一寡文创商品。甲乡亲来去淡水河边，才有一间优秀诶护理师做伙开诶册店，毋但分享因家己诶护理专业，嘛会办台语活动，关心在地。
这间店看起来和一般的册店无啥差别，但经营者其实是4位护理师，会来经营册店，是因为原本伫遮经营11档的册店要关啊，因感觉拍算，才决定将这间店打落来。一部分是阮本地就想要共同创业，啊，第二点是阮本地就知影有何不可。伊2017年讲要休，啊，伊当阵阮就唔甘的。啊！伊当中，我作为书友，想讲啊，就可惜的要安怎？4位护理师决定要来共同经营册店，希望将这打造做一个开放交流的空间。伊嘛运用本身的护理专业，特别放一区医疗选册，也佮有侪的护理讲座分享，唔那顾身体，嘛要顾心理健康。因为我感觉人若要健康，伊不止身体要健康，伊心嘛要健康。嘿，啊，心嘛健康，伊需要啥？对阮来讲，有一寡人会需要册，有一寡人会需要风景，有一寡人需要啥，拢无共款。所以阮等于是讲用这个册店做一个平台。除了有护理专业，册店嘛为2年前开始办台语日的活动，希望互大家有自然讲台语的空间。是感觉就是就这种艺术安尼结合的一个，伊的第9艺术嘛，把前面8大艺术都综合起来、亮起来。还有画面，啊，还有音乐。去都市读册，然后做工课，啊，讲台语的习惯都渐渐啊变少啊。那所以阮就无啥咧讲台语，按句愈来愈袂讲，就愈来愈袂认得。啊，其实这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化。台湾独立册店特别的所在，就是每一间拢有家己的特色。一进入册店，就会当了解店主想要表达啥物。就亲像这间无论如何，4位护理师提头健康理念、本土语言，嘛伫今年设立几家护理所。好册店唔那是册店，嘛是守护健康、心灵交流的场所。记者杨淑晴、张学水、新北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有一个网络真清的网络红人阿华西，伊自交通大学毕业了后，无去做薪水较悬的科技业迄度，颠倒去学种稻啊、卖爆米香。伊嘛无意中发现讲学校内底囡仔即马会晓讲台语的比例实在伤低，所以伊决定要来推出台语定金的计划。觉着讲，今仔日台湾吼，若是毋捌的人，伊听到遮济乐团，还佫有咧出台语歌，还佫有咧唱台语歌，伊就甲你讲，哦，台语还佫真兴啊！你看遐济人咧唱台语歌，毋过伊无注意到，大家干那摕即个语言来唱歌，煞无摕即个语言来讲话。这是遮尔奇怪的现象。台顶阿华师当咧甲大家讲，台语目前面对的困难。过去有一摆，伊到一间幼稚园，用一句台语甲囡仔拍招呼，却发现囡仔拢听无，才互伊发觉台语已经面对失传的命运。这个社会万事万项拢以华语为主，叫你考大学、考医生、考律师、考教授，所有好的代志拢互华语占去。你说伫这个社会之中嫌讲是安怎囡仔人袂晓讲台语，这就哪像是你咧嫌你的花果内底哪会无平价？为着要帮助厝内囡仔伫生活环境学台语，先着台语推广社团，邀请到阿华师来甲爸爸妈妈分享，希望台语文化传出去。台语有台语的美丽所在啊，咱大家加讲，大家就囡仔就会加学，吼啊，这个语言就会当叫传落。主要就是望甲阮的理念推送出去，啊，互遮的爸母来参加的爸母吼，看到因的囡仔，伊会感觉讲，哦，我真正应该爱甲囡仔吼讲阮的母语。社团讲，即马若是无去甲台语文化传到后一代，恐惊未来会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因希望透过交流，互台语本土语言搁再流传落去。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再镜头来国外，咱来看美国股市最近真闹热，包括大房共同分享平台 Airbnb， 还有餐饮外送的公司 DoorDash 拢挂牌上市，而且一挂牌，因的股票的价值就直直起。手机点餐外送到厝，新冠肺炎滚价全球，民众无法度伫餐厅食饭，意外后送餐服务的需求增加。Minimum. Now during the pandemic, there were some good days multi-apping. I would make 200 to 50 even. 由3名斯坦福大学华裔学生创办的 DoorDash， 起初是为帮助店家解决外送问题，使人原来读册，原来外送。后来设网站订单增加真济，意外发现商机。
to quarantined consumers really taking out instead of dining in. It has spurred tens of thousands of merchants to get on their platforms. 多地区可是伫大都市以外郊区送餐，伫市场当中杀出血路占第一。另外，航空上车也有线顶民宿租厝平台 Airbnb。而且则因为疫情，旅游人次减少真济 ，Airbnb 的订单差不多拢被取消，公司也搁裁掉25%的员工。不过，随着放射能解除、人潮流动，伫厝内底工作的生活模式，互郊区的税厝也活起来，互第三季的营收回升。英军有12年，11伫纳斯达克挂牌交易，发行价是每股68块美金，上市第一天以144美金作收，公司市值超过全球线顶订房第一名的Booking的860亿美金。今年初以来，美国股市300熔断，投资人是对前途感觉真烦恼。不过，伫年底，美国证交所 IPO 融资金额已经超过1400亿，规模比1990年代末期网络衰退还佫较好。到底这个 IPO 一条是不是一时的，还佫要等时间的检验。公司新闻王碧文评析。再镜头来中国的这传戏有变面的表演，再来看日本这嘛有变面的技术，是开发3D 的小鬼仔壳挂落，就使变做另外一个人。灰面的职业随变做白面的避暑少女，日本变面的表演技术，让观众看甲目睭都唔甘呢。是伫咧东京这个艺术家，是甲变面的面具做甲那像真的。来看伊甲即个3D 仿真的面具挂起了后，就随便做另外一个人，无斟酌看根本看不出来。仮面屋なんで、人の顔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した方が楽しいかなと思ってやってますね。原来大好手柄的面具，拢是根据真个人的面以独家的变形做出来，毋那面部目睭拢生做真工，连皮肤顶悬的斑甲招魂，拢甲真个人一模一样。毋过，因为尊重个人的肖像权，伊伫社群媒体顶悬，应定想要卖面的人，一张面以4万块日本票，超新台票11000块的价格来买。卖的人必须亲身来店里提供相关资料甲翕相，伊嘛保证袂公开卖的人的身份。一张面干那做一个面具，想袂到消息看出来了，所有正百的人来响应，阁有外国人。いやもうなんか信じられないぐらい自分の顔買ってくれっていう応募が世界中から届いてますし、実際にそのマスクを買いたいっていう人もちょっと想定以上にいるので。大好手柄的面具，一个爱卖1000块美金。伊个明年初开始卖，虽讲这种面具无防疫用途，毋过伊表示，目前来问的人真多，主要要买的人是艺术收藏家，甲介意办装的人士。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全世界奖金上悬西班牙的大口袋彩券，伫今年的耶诞节进前嘛已经开始卖。今年的总奖金大约是新台币856亿。民众对顶礼拜就开始抢买买，而且是挂嘴暗排队排甲落长，买一个希望通好做好业人。就算是这种爱挂嘴暗、戴帽仔、举雨伞、穿外套，又搁淡又搁湿的天气，也是无法度阻挡大家想要发财。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间8年的彩券行，门还未开，外口排队的人就真多。Desde las 5 estoy por aquí, por eso, ¿para qué? Más o menos tengo pensado esperar 3-4 horas, seguramente. A lo mejor más o a lo mejor menos, pero vamos, que seguramente que 4 horitas no me las quita nadie. 这个互民众甘愿排几啊点钟的是西班牙当年耶诞节进前所卖耶诞乐透，马上号做大口袋。当地时间2日开奖，已经卖超过200年，总奖金是全球上悬，今年接近25亿欧元，超856亿新台票。不过奖金不是集中伫咧少数人，头奖的金额是固定是40万欧元，超1300万的新台票，会当互更较侪民众来分享趣味。Una ilusión para el final del año. La gente quiere salir de la miseria, de la pobreza, pues no lo sé. Cada uno tiene un deseo diferente. Uno quiere una casa, otro para ayudar a la familia, otro para lo que sea, ¿no? Que me imagino que va a tocar el premio, o sea que estamos esperando eso. Es mi primera vez, por cierto. A ver si hay suerte. Estoy muy contenta. 经过几年的疫情，西班牙人大家拢真艰苦，乐透是提供予因一寡希望。
啊，毋过排队买乐透，防疫也是爱顾，除了一定爱画消毒液，保全嘛伫街仔路维持排队的秩序，提醒民众爱保持社交距离。啊，若是大家上期待开奖过程，今年嘛无开放观众入场，该换现场直播。公视新闻7万2编译。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3度。外岛是13度到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掌声顺心，咱再会。